揭露，南投县是宜乡新木村嘅子航海片头，错半夜阿嬷嗰日摆发生的奶石榴，航卡礼拜嘅情形必须跳过航卡例会，因为所有嘅海关还有路带都本提水打铁咧，将要恢复交通你下冇安过。居民讲，北北水灾发生到了下已经未满1年咧，希望政府做啲关键账号子航海桥，本村民还有农产品做啲顺利出业。日拜就日拜内石将在安尼间打落过，还带进东道的太石头，东道的村民次次都桥头巡，同关心现场的情形。不过他自家干那些目金金看见片头本属大废品。村民讲，日拜情形那系正经啊账好，可能等已久，所以他自家农产品就无法吐载出去。cái hàng條巷啊，人條落喺水啊，呢條拜冇下來啦，天呢拜爭下來。神燈都有冇咯？神燈落啊！唔搶你啊唔好，你啊讀書考嚟唔好，最起碼唔你一定去走唔好，一禮拜看你發多少桶哦，叫他哋啊錄啦。一禮拜就講緊農產品，年都算點樣用辦？係啊。土橋為南灣一片，未就東道嘅村民都看見，他自家拿鏡片相機來記錄呢種景象。村民都無奈何講，已經第2年嘞，不過咧草橋到呢下還係無消無息，佢希望政府時刻夾到來做，幫他自家是安全出業。希望呢個政府嗬，幹夾了安育之橋，我夾做起來啊！無然人比學生嘅以外開學嘅啊！哦，今日8月初嘅嘛嗬。個間冇2個月，唔是2個月，學生係要開學嘅啊！根本交通無法度好上下。日拜內石將唔單止幫村民動手，未看得出重建嘅速度太慢。甚至足1年內，呢啲村民還係存業困難，未莫怪村民種下頭門，到第1時，現將有一條順順嘅路實在行。客家新聞李鳳琪南投報道。